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约翰福音，今天是第9天的共读。早上邀请俊伟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能够继续来聆听主你的话语，有主你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早晨，开启我们一天的开始。求主你派遣你的保惠师，欢迎加在我们的周围，让我们能够有一颗清醒的心，能够来领受主你在我们的生命中种下的种子带来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成长茁壮，更有力量。我们这样子祈祷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谢谢。我们从约翰福音第2章12节之后，就是耶稣在公开的传道行程。那在这个使水变成酒的婚宴上面，那耶稣还不希望，他说他的时间还没有到。那我们看见了耶稣洁净圣殿，然后在第3章，耶稣与尼哥底母的对话。那还有看见昨天施洗约翰分享的见证，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的是第4章，那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谈道，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那在约翰福音当中有7个为耶稣做见证的见证人。那这7个见证人，他们见证不是说我信耶稣，而是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见证出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哦。那这7个人我们已经看到有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为那光做见证，而他影响他的门徒安德烈，还有影响他的另外一个门徒就是门徒约翰。那这2个去跟随耶稣。那安德烈呢，又影响了他的哥哥彼得。那彼得后面又影响很多的人，包括还有马可福音。那第2个见证人是拿但业。拿但业呢，他见证出耶稣是基督。那但是拿但业呢，是被他的朋友腓力所影响，带来见耶稣。那拿但业呢，是个真以色列人。所以拿但业的影响力呢，也在以色列人当中，在这一群读经的以色列人当中，来见证耶稣是基督。那今天我们要看见是第4章撒玛利亚的妇人。那撒玛利亚妇人她怎么认出耶稣是基督？其实是耶稣自己做见证，我就是耶稣自己做见证，他就是弥赛亚。但是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把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呢，传到他所居住的城市，就是叙加城。那我们今天要分4段来看了。那我们首先请俊伟带我们来读第1段，就是第4章的第1节到第9节。法利赛人听说耶稣招收门徒和施行洗礼，比约翰多。第2节，其实耶稣未曾亲自为任何人施洗，而是他的门徒施洗。第3节，耶稣知道这事，就离开犹大，再回加利利去。第4节，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第5节，他来到撒玛利亚的叙加镇，距离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不远。第6节，雅各井就在那里。耶稣因为赶路疲倦，就坐在井旁，时候约在中午。第7节，有一个撒玛利亚女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给我一点水喝。第8节，他的门徒已经到镇上买食物去了。第9节，那女人回答：你是犹大人，而我是撒玛利亚女人，你为什么向我要水喝呢？原来犹大人跟撒玛利亚人不相往来。谢谢。
那昨天有提到施洗约翰的门徒在跟施洗约翰像是在抱怨说，耶稣跟他的门徒为人洗礼比他们还多。好，那在这里呢，门徒约翰呢，好，那还特别强调说，不是耶稣亲自洗礼，是他的门徒洗礼。那呃，耶稣为什么离开犹太？好，可能是因为他们在那边有排挤的效应。好，那在犹太地区，他们的同样都在呼吁人悔改，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子的风声传出来，所以耶稣离开犹太。但是不管是耶稣洗礼或是施洗约翰洗礼，那他们当时的洗礼呢，都是要呼吁人悔改。那这个悔改不是每一年悔改一次，而是一次性的悔改，悔改来接受神的救恩哦。但是这个神的救恩呢，只有到耶稣的门徒能够讲得更清楚，就是接受神的儿子，相信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那也就是耶稣跟尼哥德牧在约翰福音页中所讨论的。那他们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必须这个就是看起来好像就是非得要。好，那为什么非得要呢？好，那原来就是要来见这位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那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妇人呢，是有影响力的。好，那我们看到后面就会看出她的影响力在哪里。那时间是中午，好，那一样，犹太历的算法跟罗马的算法，好，两个时间不太一样，有人认为是中午，有人认为是黄昏傍晚。那这个在叙加城，好，城外大概一段距离的井旁，大概800公尺。那因为耶稣要走这段路，离开犹太，好，然后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好，那北上加利利，所以耶稣疲乏疲累就在井边。那门徒呢，就到城里面去买食物来吃哦。那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那独自一个人，那耶稣就跟他要水喝。那第3章、第4章就有个对照，就是尼哥德牧是夜中半夜来求见耶稣，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是在正午耶稣来找他，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对照。那当时犹太在南边的犹太，北边的加利利，中间这一块就是撒玛利亚。那犹太撒玛利亚人互不往来，因为他们是世仇。那他们是在北国其实主前722年亡国后呢，那这些北国以色列百姓呢，就被亚述人给强迫迁徙外地。然后呢，亚述人又把其他的外族人移进来以色列地区让他们跟异族通婚，那这些后裔就是撒玛利亚人，所以犹太人认为他们是杂种。那撒玛利亚人也本来北国南国的关系就不好，那又互相仇视。那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其实按照路线来讲，他们都有既定的路线，不会去走那个经过叙加城人口多的地方，他们宁可绕道，因为关系不好。但是耶稣必须，所以这个必须是使命上、任务上，耶稣必须经过。那这个叙加城，叙加的意思就是酒醉，酒醉。好，那这个地方呢，可能就是事件，旧约当中的事件。那事件呢，在创世纪12章第6节，魔力的橡树，然后到后来33章18节，雅各平安的回来迦南地。好，那这可能都是在这个事件的地区。好，那在旧约事件很有名，就是有以巴路山，还有基利心山。好，这2座山是摩西在申命记，我们刚读完申命记，告诉这些在旷野中的第2代，好，那他们进去迦南地，要在以巴路山宣告祝福，在基利心山宣告咒诅。好，就是遵守上帝的话，就会在这边就会宣告祝福；在不遵守上帝的话，这边就要审判，就要咒诅。那他们到一个井叫雅各井，所以这个可能是当时雅各在这边给他的儿子们的地所留下的井水。其实离这个城呢是在城外的地方，那城内可能也有水但是水源不足，他们可能在城外，或是这是一个古老的井，从雅各那个时代
那留到耶稣的时代，大概也有经过了快要一两千年了。那在叙加本身有水井，那这个水井呢雅各井大概有30公尺深。那从这个所以叙加呢位在撒玛利亚的大概中间的地方，好，那他们本来可以在约旦的河这样绕过去，边边绕过去，但是耶稣必须经过，所以他绕了一条路，这是曲线是他们本来可以走的路，但是耶稣却选择穿过这个撒玛利亚的中心去，那目的呢就是要见这个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叙加基利心山左边右边以巴路山，那撒玛利亚人呢就曾经也在这个基利心山上来建城建造他们的圣殿，所以他们会有两边的圣殿，耶路撒冷圣殿跟撒玛利亚这个基利心山上的圣殿哦。那也就是我们这个在第4章这个妇人后来跟耶稣探讨的重点。那因为他们彼此没有来往，没有交易，没有买卖，那所以他们没有在一起的这个习惯跟经验，那所以耶稣突然主动他们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那上面是说耶稣因为疲乏，耶稣可能累了，想要喝水，那但是耶稣呢背后呢可能是要继续来跟他谈道，那能够打开他的心门哦。好，那再请俊伟带我们来读第10到18节。第10节，耶稣说：“要是你明白上帝的恩赐，以及现在向你要水喝的是谁，你就会求他，他也会把活水给你。”11节，那女人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哪里去取活水呢？”12节，我们的祖先雅各给我们这口井，他、他的儿女和他的牲畜都喝这口井的水。难道你自以为比他还大吗？13节，耶稣回答：喝了这水的人还会再渴。14节，但是谁喝了我所给的水，谁就永远不再渴。我给的水要在他那里面成为泉源，不断的涌出活水，使他得到永恒的生命。15节，女人说：先生，请给我这水，使我永不再渴，也不用一直来这里打水。16节，耶稣对她说：去，叫你的丈夫，然后再到这里来。17节，女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你没有丈夫，并没有错。18节，你曾经有5个丈夫，现在跟你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你说的话是对的。谢谢。那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打开这个聊天的话题。那这个话题呢，也不仅是一个话题聊天而是要进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心，那把她心里面的秘密要能够让她讲出来。那耶稣他这个妇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跟一个异族人，跟我们不同族的人要水喝？”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如果你明白上帝的恩赐，跟现在向你要水喝的是谁，你就会不会你给他水，而是你要跟他求他给你活水。”就是耶稣说：“如果你认识神，还有认识神你现在跟你讲话的人是谁？”那这里说你明白上帝的恩赐以及那这个以及呢，在原文当中这个汉可能也可以翻译成就是。那这句话意思说，要是你明白上帝的恩赐，就是现在向你要水喝的这个人。所以耶稣在启示他自己，就是上帝的礼物，上帝的恩赐，就是现在在跟他讲话。那所以耶稣的自我介绍呢是很特别。那恩赐是指礼物，指上帝所给的，而且呢，这个人呢，现在上帝的恩赐礼物呢，还能够给人活水。
活水跟井水不一样，井水是从地下的水抽上来的，但活水是泉源，是涌出来的水。好，那当然这个活水一定比井水的水源更好。好，那他们要出来打水，或是他们必须要到水井，好也是不得已。那这个耶稣说他是活水，好，那这个也显示说耶稣他要告诉撒玛利亚妇人，在耶稣好，你给我一杯水，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个活水的生命啊。所以这个活水当中，在旧约当中，包括耶利米书、以西结书、撒迦利亚书当中，都有用活水的形容或是活水的比喻啊，好来讲到上帝的道。好，那甚至呢，就是上帝的话，能够像水，好，像是诗篇第1篇，如树栽在溪水旁，好，这个溪水就是活水。那这个女人呢，好，听起来看起来她就是很敏锐，所以她能够跟耶稣谈道理，她跟耶稣能够接话，好，而表示说这个女人呢，她也是有在追求道理。那但是这个女人呢，好，她就反问耶稣先生，所以她这时候她对耶稣的称呼是先生。那这个先生也有主人或是大人，但是应该是说看起来他是一个有高贵地位的人，那他没有办法一下看出他是谁。你没有工具你没有水桶，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你怎么能够给我活水呢？所以现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根据耶稣话的表面的意思，你给我一个水喝，你把你打起来的水给我喝，耶稣说我就给你活水喝。好，这个活水他想说，是西边来的水，或是约旦河取来的水。那而且呢，妇人又说我们的祖先雅各，好，所以这个女人很清楚知道她是雅各的后代，其实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只是他们经过了北国，经过了以色列，经过了这个亚述的战乱，所以他们必变成撒玛利亚，但是他还是坚持认为他们是雅各的后代。我们的祖先老祖宗给我们这一口雅各井，那他雅各还有雅各的儿女，他的牲畜都喝这口井的水，难道你认为你比雅各还大吗？那这也是对耶稣的质疑和挑战。因为在不管是以色列人或是我们现代会觉得我们的祖先祖宗比我们还要大，还有智慧，古人的智慧，祖先的智慧。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也能够挑战古人吗？你能够比雅各还大吗？但耶稣说，喝了这水，就是雅各井水的人还会再渴，还要再来出来打水。但喝了我就是耶稣所给的水，就永远不渴。所以这个差很多，渴跟不渴。另外呢，就是渴了喝了还会再渴，但是跟永远都不渴。意思就是说，耶稣的活水，只要喝了一次，一次相信，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的意思是说，我们得救是一次性的，是在接受耶稣的那一个相信的时候。那但是至于罪呢，虽然会反复的让我们回到世上的饥渴，但是我们能够靠主。而且耶稣说，我给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不断的涌流啊。那这里的水呢，好，那指的呢，应该就是指圣灵，在耶稣完成十字架的救赎、复活，好，升天赐下圣灵，圣灵到了门徒的身上呢，就能够不断的涌流，不断的涌流，好，让这个生命呢是能够源源不绝的流传下去。所以这个妇人呢，好，这个领悟力真的很高啊，好，他马上就改变他的说辞，他本来质疑、好怀疑、好，然后挑战，好，你比我们的祖先雅各大吗？但耶稣这样一句话，让这个没有名字的妇人呢，马上说：“先生，请给我这水，我也想要永远不渴，也不用一直再来这里打水啊。”那耶稣怎么跟他接续这个话题呢？耶稣说：“去叫你的丈夫，然后再来这里。”所以耶稣呢，现在要突破进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的生命的这个一个重大议题就是她的先生婚姻。耶稣说：“去叫你的先生
然后再来。这个女人就说我没有丈夫，我没有丈夫。所以这个女人好，她开始在讲她的故事，但是那因为这时候旁边没有人，好，那但是这个约翰这段记载怎么记载？好，有可能是门徒，也有可能是这个妇人后来告诉人，所以又传回来到门徒的耳中，好，记载在这个约翰福音当中。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没有丈夫，你说你没有丈夫没有错，是对的，因为你曾经有5个丈夫啊，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所以你的话是对的。那耶稣呢，他没有用另外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妇人。一个人有5个先生，好，我们读过生命记的时候呢，也讲到传宗接代，好，那也看到新约，好，这个撒都该人来挑战耶稣，好，7个兄弟，好，娶了同一个老婆，好，之后在天上复活之后会什么样子？那这个妇人呢，好，还真实的跟了5个人结婚。那要跟5个人结婚，好，那这个在现今的时代当中是非常少见，但是这个婚姻或是这个关系是非常的复杂，甚至呢还有第6个，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所以耶稣显然是有备而来，但是我相信耶稣有备而来不是说他去调查这个妇人，然后来见他，而是耶稣知道他的问题，但是耶稣要来对他来给他生命的活水啊。好，那为什么这个妇人会有5个丈夫，而且现在这个还不是她的丈夫呢？好，让这个妇人的身份呢有2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这个妇人呢，可能跟她历任丈夫都不合，那一再的离婚或是被呃被呃被丈夫休掉，那改嫁，那甚至还跟人未婚。那耶稣说现在这个表示说他已经有对象了，甚至可能有同居人了。好，那这同居人好，在当时来讲，好也是一个不能接受啊。那所以这个妇人呢，可能是一个恶名昭彰的妇人。那她的这个一定是被人家讲的指指点点，所以以至于她要在中午的时候出来打水。如果她傍晚的时候打水，那其他人也是这个时候来打水，或是下午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反正就是要避开人多的时候，免得他被指指点点。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是他先生死了，好，然后呢，又按照律法就是嫁给弟弟，好，这就是摩西律法，好，结果连续嫁了几个兄弟，都没有生下孩子，丈夫都死了，好，现在呢还有一个最小的弟弟等着要娶她，好，那这真的就是在这个新约当中撒都该人所想出来的例子，好，要来挑战耶稣。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妇人呢，变成是一个命运悲惨的妇人啊，而且可能我们台湾说这个克夫，好，大家这个会克夫，好，所以谁娶她谁倒霉这样子。好，那总之他就是一个出了名，好，那已经在当时这个城里面，好，大家议论纷纷。好，那我们再请俊伟带我们来读19到26节。19节，女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一位先知。20节，我们撒玛利亚人的祖先在这山上敬拜上帝，你们犹大人却说耶路撒冷才是敬拜上帝的地方。21节，耶稣对他说：你要信我，时刻将到，你们将不会在这山上或在耶路撒冷敬拜天父。22节，你们撒玛利亚人不知道你们所拜的是谁，我们犹太人知道我们所拜的是谁，因为救恩是从犹大人来的。23节，可是时刻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真正敬拜天父的，要用心灵和真诚敬拜，这样的敬拜就是敬拜天父所要的。24节，上帝是灵，敬拜他的人必须以心灵和真诚敬拜。25节，女人对他说：我知道那称为基督的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就会把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26节，耶稣回答：我
正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好，谢谢。那所以这个妇人呢，好，她心中一认呢，好，就是她居然她的事情被这个陌生人说出来了。五个丈夫，要么就是他去探听我，好，要么就是他怎么会知道我？好，但是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互相不往来，所以犹太人不会有人去知道好这个关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消息。所以这个妇人也很敏锐敏感啊，就是说，先生，我现在看出你是一位先知。然后呢，他也转移话题，好，他并没有前面他说请给我这个活水，但是现在呢，他逮到机会遇到先知，把他心中思考已久的问题，好来问耶稣说，撒玛利亚人好在的祖先好就是在这基利心山上来敬拜神，所以有建一个殿。那你们犹太人却说耶路撒冷、所罗门，那后来是所罗巴伯所建的这个殿呢，才是敬拜上帝的地方啊。所以呢，这是变成他们两个敬拜的中心。好，那在北国也好，在南国也好，好旧约的这个时代，就是分着两个地方好在敬拜。好，那互相呢在强调谁是正统，好，谁才是真正好上帝的传承啊。好，那在新约之后，在宗教改革也是会这样。好，这个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好，拜占庭跟这个罗马中心，好，那有这个东正教，好，也是互相认为谁才是正统。那基利心山呢，也是有人认为就是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迎接麦基洗德，要在基利心山上来献以撒好的这个地方啊。那撒玛利亚建了圣殿，好，但是在主前128年，马加比的时代就被犹太人给焚毁了。那申命记27章就讲到说，要在基利心山上宣布祝福。那在对面那座山呢，宣布咒诅，咒诅就是审判了。所以听上帝的话呢，上帝就给他祝福；不听上帝的话呢，上帝就给他审判，给他咒诅。那耶稣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到底哪里才是敬拜上帝的地方？那这一段我们也都很熟。耶稣的第一个强调是你要信我，就是你要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好，那是神的儿子。好，但是呢，耶稣会把最后启示他自己就是神那位弥赛亚。你要相信我，因为时刻将到。好，那这个时刻将到就是时候正在来，就是这已经正在进行式。你们不会在这山上基利心，也不会在耶路撒冷这个所罗巴伯的圣殿来敬拜天父。撒玛利亚人，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拜的是谁，可是我们犹太人知道我们所拜的是谁，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好，那就是指犹大的后裔，好，那就是雅各的12个儿子当中犹大。好，那神应许了大卫，所以要跟大卫之约，好，要让大卫的后代永远在这宝座上。可是23节，时候将到，现在就是，就是现在就是耶稣跟他谈到，这个耶稣已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真正敬拜上帝的不是在哪里的问题，而是如何敬拜的问题，是要用心灵和真诚来敬拜。而这样的敬拜就是天父所要。心灵就是灵，就是风，好，跟圣灵是的灵是同一个字。诚实就是有很多意思，真实、可靠、真诚，也代表 truth， 就是真理。所以要有圣灵跟真理来敬拜上帝。所以可以说就是要借着读经跟祷告，圣灵引导我们祷告，但是圣灵引导我们读经。所以我们敬拜神呢，是从读经祷告来开始，而不是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教会，到哪个国家去。24节，神是灵，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所以耶稣打破了不是只有撒玛利亚妇人问题，是打破了几千年，打破了到现在我们对于敬拜，我们要去庙，要去山，要去海边，要去什么国家，这样才是敬拜，不是，而是我们随时随地，神是无所不在，但我们要如何敬拜，是要心灵和诚实。女人对他说，这个女人的接话也很快，
我知道那称为基督的弥赛亚要来。所以为什么他知道呢？表示有风声传来，因为撒玛利亚他们也读了是摩西的五经旧约，但是他也有风声，知道其他撒玛利亚人不会读的先知书，但先知书才会继续告诉他们这个基督弥赛亚受膏者要来。那所以呢，撒玛利亚妇人呢是用弥赛亚受膏者这个字来称，所以最后耶稣启示他自己，我正在跟你讲话的就是他。那就是他呢，在希伯来文当中是两个字，第一个字是我，第二个字是我是，所以这两个字合起来叫做我是。我是。好，那这个字呢，在出埃及记3章14节，摩西看见自己被火焚烧，耶稣说我就是我，就是我是，我是自由拥有 I am who I am。 那所以耶稣呢启示他自己，那这样的启示呢是一个震撼的启示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也是耶稣跟这个妇人的对话好的结束。好，所以这句话呢才是真正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最大的震撼了。好，最后再请俊伟带我们读最后27到30节。27节，就在这时候，耶稣的门徒回来了，他们看见他正在跟一个女人说话，觉得很惊奇。可是没有人问那女人：“你要做什么？”或问耶稣：“你为什么跟他说话？”28节，那女人放下水罐，往镇上去，向大家说。29节，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生平所做的一切事都说了出来。也许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基督吧。30节，大家就出城去看耶稣。好，谢谢。所以门徒去0.8公里800公尺的叙加城去采买食物，回来到叙加井。好，那一去一回大概2公里多好的时间。好，那还要采买，但就在这样一去一回的时间，耶稣跟这个妇人的对话好也告一段落。那他们就好奇耶稣怎么会去主动跟一个异族人说话，可是没有人敢去质疑他。但这妇人被我是这句话呢给震撼射住所以他就放下水罐往镇上去那往镇上去呢表示呢这个他是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而且到城里面去，他怎么说呢？你们来看所以意思就是他们这个妇人呢邀请叙加城的撒玛利亚人一起来看这位耶稣，因为有一个人把我过去所做的事情、生平所做的事情都说出来，所以表示整个城里面的人都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说有一个人居然知道我的事情，好，那莫非这个人就是基督吗？就是弥赛亚吗？所以这个妇人呢，当下就为他做见证。果然大家也出城，好，继续来看，好，明天我们会继续这个故事的后半段好，所以他的想要去叫大家来看神的羔羊，如同摩西在旷野举蛇看见的这个铜蛇，大家都能够得到拯救。那更重要的就是耶稣告诉这个妇人说，凡喝这井水的还会再渴，但喝了耶稣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因为他所赐的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今天的金句4章23节，可是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真正敬拜天父的，要用心灵和真诚，也就是灵和真理来敬拜，这样的敬拜就是天父所要的。那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在犹太人眼中是不洁净，在撒玛利亚人眼中是不信，又不洁净又不信的人，但是耶稣却说必须要来找他，使命上来找他，寻找失丧的羊。耶稣不但要医治他的饥渴，还要解决在敬拜上面长达1000年的这样的争议耶稣来帮助他。而今天我们要如何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天父？如何在今天能够得着耶稣所要赐给我们的活水，喝了不会再渴？就是我们需要用心灵和诚实，我们要用圣灵和真理、圣经，就是读经祷告来敬拜。
而我们不会为了情欲、为了世界而感到为了金钱、名声、地位饥渴。那今天的祈祷是感谢主耶稣找到我们，帮助我们摆脱生命中不必要的饥渴，而能在敬拜中用心灵和真实来认识这位主，也来迎接这个世界的救主。在明天的这个故事后面就会看到这个妇人所见证的这位耶稣呢，就是世界的救主。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却明白大道理，就是人子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每一个不论是恶名昭彰或是不幸的人，神你都要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能够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主啊，也帮助我们在今天这个礼拜的各样的工作、各样的学习、各样的出入，都能够用心灵和真实来敬拜你，让你的话语和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都能够领受更新的生命，也能够讨上帝的喜悦。我们在里，并且能够得到耶稣所赐那永生的活水，永远不再饥渴。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俊伟，谢谢大家。谢谢牧师，谢谢平安，牧谢谢牧师，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谢谢。